新竹关系有一群平均50-60岁的苏婆伯妹，只能一张画图板，因为大多数的人名都有一张妹字，故所以能讲是正妹画图板。对一开始感觉讲颜笔比胶笔如脚头还过粗，都也下唔画如规时内个唔刺眼。因为韩团2年来的创作是合作图画书，而团大家分享伊能嘅生命故事，向下来认识一群正妹。李南石头，新竹县关西镇太同里的里面，就等一窝窝的菜行业里面活动中心。昨后用的20-30品菜，里面就技术学讨论的。从前年起始，太同里面特产业有1部都会每付出一品菜，然后给连杀向下食。这个拿手菜拿出来，他这个的交流。经验的分享，他这个做的菜，他这个招牌菜拿出来，他这个前后可以联络感情，一个也盘一摆啊。也开始也是10个3天啦，也是进来进多，也有增加啦。一夫一菜的发通，得来到里面的人同来参加，讲了就是三方的一件细细只的基本物。我这里糖果铺里面的糖果很神奇哦，只要吃了以后呢。就会有很神奇的事情发生。猪就说：“真的吗？”当热心的王明玉收藏了一道图画书，几年前搬转老屋就想到一条书，本家乡的生人来看，然后老公参详过后，决定图帮伊的下的老屋整理出一件来本人看书。王明玉是个拿出钱，同老屋废材打扮过。用年内演述童话故事都的主角，虽然上本来到一片的生意呢，做来面对图画书都的世界度。不过这样时，非本部当当日的开幕过后，3万人而来。开幕完又系无马有生人来，旁边也是一家，也是人家先生讲，先生是讲，跟万人又50年啊哈，然后万人要老生人突然2会变啊哈。故所王明玉行的出去，一件一件的拜访，收集非本部，连3天天的安心的陪自家生意的来到鸦片。我讲故事，然后我本记头做 DIY， 然后还我突记头出去摸摆行，去认识杀鸡，其实迄个一个上爱提讲杀鸡就乜个东西就嘛，是突然生意穷下去啊，然后是去看个。货房某是去看个老书啊，去北宫啊哈。从外边加到太同里的王明玉人比，唔熟悉自家生活的环境，是一件想唔到的事情。就带点生意呢，到沙溪度说上说下，听老人家讲故事，鼓励生意呢，都将条听到的故事画下来，向卡图一条图，印刷沙溪的图览地图。做生意呢，实际是有去。访问个条下老的老人家有嘛？佢条讲出来故事有嘛？当生人呢，佢只要听到，然后佢还是知道生人佢听到用佢嘅方式表现出来，是画图画出来。佢佢把佢都睇是动机的，讲我透过听到嘅故事，我画出来很浪漫嘅，所以我是知道用生人呢，用佢嘅眼光，用佢听到嘅东西，然后佢做出来哈。我係無窮樣啦。一條生意呢，也是知道太熱相互聯絡，加上開始融合讀書參加沙溪的事情，連老人家也開始拿筆來畫下生命的故事。基本上都是商人，商人商人哎呀，我想過我到底按樣辦法畫西裝呢？要西裝，我想西裝按樣來畫，就是想到俩这个俩T字裝是喺第18線我上來2年來的時間，一前3個猶太嘅朋友們最提嘅拿起筆來畫圖嘅人，當時佢想到嘅就係當年做伊拜亞嘅石亞，也是幅畫，向他本人製作傳家寶。這兩是，但是你還很足嘅種嘅方向做人裝，
还唔止讲安样的天点，安样的花，安样，忙晓得。所以讲来掠的花，掠一种花，掠4种花，这是我的宝，我的宝，因为认为安样型，好像底讲，安尼有金铺无金铺，安样型。第二態度上嘅前一幕，引發嘅門口巴士嘅站牌，從頭擺出面嘅七強盒，花草樹嘅上到動靜嘅素材，到一下看起來창翕光熷熷嘅景象。你是跟编台去啊？你帮我练还是冇嘞？你编台是编台了新来的呀？你假花啦？你还冇嘞？你树扩宽了呀？边都按光光溜溜的，比较那个热，当唔惯。认为掠到全部係正妹佢從細到大佢自家經歷過嘅事情，所以佢從頭腦底背佢印象當深啦，佢自然佢就會表現出來。還至於技巧，花用把人調色啦，用把人變到就一幅畫，用把人來構圖然後你慢慢的來搞佢。一因為一內列嘅生命故事嘅圖畫，受到行業列嘅鼓勵，長度越來越多年。拿腳條以外，一開始拿筆來畫圖。我你愛畫圖，就是時期了，金巴是個讓去學。我都唔識畫圖啊，嗰啲哈難哦。我做些講條個下喎啊。所以多年因為騎針筆比騎膠筆更加粗，不過越來越多人知道畫圖嘅歡喜。但禮拜一早上，一群飛行家就衝下來畫圖，因為多年嘅命都已經滿濕，加到做手工，世界係真愛畫圖班，生發的重新變啲畫圖課，連帶嘅烏卡人一開始關心作品嘅內容，還有人圖世界人唔暢快，做唔得以畫圖嘅心情畫下來。這是對審美觀念差勁多，而且生活重心會放在這畫畫上面，不會很空虛。曬皮蛋的啦，是等下你面前的曬皮蛋啦，係啊，曬到衝咗，啊！即係用啊，曬住用嚟㗎個。係啦，見咗咪曬成咁100啦，係你個撐嘅係捱做出來嘅啦。腳骨痛咧，腳骨痛嘅時節，療愈痛受傷嘛。這唔去咩？有當上愛去畫圖，唔過有一家唔愛騎車唔得啦，唔愛去畫圖。該是錯的，該順條呢，這個冇半年錯的，很懊惱啊！有想愛去畫圖，想個老師根本唔得教嘛，該東西就話這個就是我的心情啦。唔單止生活以為重新，還可以影響家到對事情嘅看法。一下風景唔係過去，像係風景呢。以前去那邊了就愛看風景那樣嘢按走馬看花這樣。我哋會個樹葉上頭有乜嘢，把樹上頭有乜嘢，它生產還有它的生長的過程有乜嘢，你會詳細去看。張開始莫名有一個同西想法成立嘅非本喎，三唔到啲嘢。圖畫圖嘅風氣帶你嚟沙起，一下一群真愛停下來，我用筆畫出感情，記錄家到感受到嘅感想。